是那的这个超级大来宾，哎呀，这个唱功太强了。要唱那卡西，敢有遐简单？就是安尼，对吧？这条曲线破地杠真的是标准的那卡西的音乐。是啊，对，听迄个声就这就那卡西迄个感觉。真的啊！足侪人吼，我去福建的时阵，足侪人甲我讲，哎呦，是虾米叫那卡西啊？哎呀，是啊。那卡西说的是呢，你讲过。对，到底分在哪里啊？分在哪里？分在哪里哈？分在哪里的那卡西的音乐它比较简单。哦。唱那卡西的人，伊若无一定的唱功的话哈，因为有些人他可能音乐的伴奏啦、编曲啦比较好一点的话，伊都是让去夹过，嘿，都甲看过安尼啦哈。还有那个是遮瑕嘛，哦，那个是看袂过安尼。啊，袂说咧清唱赶快。是啊。这甲迄个伪装赶快呐，你若有痘痘的时阵吼，你哦用安怎看拢看袂过，你知影？你用迄个隔离霜，你就看袂过。但是你若皮肤做水的时阵吼，隔离霜轻轻啊抹，你就做水啊，你知影？哎呀，从娘咧哇你啊水咧，拢免想看伊就行水啊。哇，老师太厉害了！而且呢，老师的那个名字呢，我们已经听很久了。是啊。见到老师本人，听到那个歌声之后，哎呀，赶快退伍不是？本地是吼，这个礼拜四哦，讲啊，干嘛才拜喜才来，讲无法度，伊即话两岸三地，明仔载的不，今日是今日飞机飞来呢，明仔载飞飞。明仔载中昼，12点的飞机就搁飞倒转去啊。哎呀，对。这不简单，在福建的晋江是啊，开些音乐教室，是的。把咱这台湾的这个民谣啦，传承过去。对，咱的正统闽南语的这个传统的正统的闽南语吼，甲它传承过去安尼。啊，你做那卡是做偌久？哦，那卡是哈，那卡是这袂，那卡是无做介久，但唱那卡是有较久安尼啦。哦，算讲你的曲风拢因那卡是迄种的。其实我是全台湾省第一个冠制那卡西的。哎呦。是。香蜜呀！但是听说老师的学生有几千位、几万位，听说从台湾已经到我们的两岸三地，蔓延到内地啊！哎呀，你看，起码到咧拓开中间安尼啦。哎呦，而且听说今天也有从我们的两岸三地的学生过来台湾这边交流啊。对，今天特别带了4个学生。哎呦，来我们，而且这个学生跟我一样是同年纪，同年纪的哈，18岁过3个月这样。啊，无，平均年纪拢差不多，唔知平均年纪10岁左右。跟我差不多啦。是10岁以下哈。小朋友，你几岁？6岁。你只有6岁，最好6岁。哎，我足足大你10岁。过了。小朋友，您几岁啊？你该讲台语我紧。你几岁？7岁，算6岁。算6岁。你叫我跟他讲台语，你跟我讲国语。你6岁。17岁。跟我一样了，正值青春呢。看得出来。请问一下。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没有登记是吧？没有登记。请问您几岁哈？12。你也要讲闽南语不？12岁。12岁，好，12岁。这漳州乡啊哈，漳州乡哦，漳州啦哈，应该漳州。靖港英和。安尼哦，嘛不是漳州哦。嘛不是，泉州的。哎呦，其实呢，我觉得呢，这个是泉州的哈。泉州靖港的嘿。哦，泉州吼。嘿啊。我只打的的心哦，真正。你要去倒啊？我咧讲哦，你要去倒哦，我咧讲，你个姊妹啊，哈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去啊，我咧真久才听有因咧讲啥。老师，你今晚咧讲话嘛有淡薄仔声音的，对，安尼样。我原来去遐真久的时间，都听有因咧讲啥。本来什么？你要感觉正常较早是拢安尼，到尾啊做老师了就叨叨。露去啊，久拢无压着。老师，咱今日咱会当直直压落呀。来啦，你这桃李满天下哈。是。随便抓2枚出来。好，先抓2个来。2枚。来。后面牙学。后面那2枚吧。这2枚哈。这2个干没？哎呦，这个麻烦一下。这个不出来就出来，一出来呢就是身高比例实在是太吓人，还给我穿平底鞋而已。你看这个内地的真的是从内地来的吗？福建对。
不嫁。是。哎呀，您看看，皮肤白，身高够，好不好？不要回去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行啊。其实呢，我们的妞妞呢，在厦门卫视呢，哈，也拍了欢天喜地，拍了60集，家出名啊，对，妞妞在我们内地也非常的出名。我个人呢，也在那边跟许孝顺一起主持哈，华裔到联动，厦门卫视应该看得到吧？厦门卫视看得到。好，看得到哈。看得到。可是呢，泉州好像之前是没办法落地的。是。他们泉州跟厦门是2个是互相竞争的，下不了地的。好，现在可能有改善了哈。好，来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？什么歌？阿母的手。阿母的手啊。阿母的手，哎，我一定要讲一句话，请问你们的放心的闽南语怎么说？哎，放心。放心。你放心。对啊，你放心嘛。你放心。存你这个因为这个快啊。你不是啊？是退。啊，是退对。你这个人怎么讲？你这个人。啊？像你这个样子。哦，像你这个样子要怎么讲？像你这个人。不是啊，你像你这体哇，你捌必定安尼讲哇，像你这体啊哈。像你这体人。嘿，敢有啊？哦，像你这体，不，伊讲像你这体人。你懂吗？像你这体人。好的啊，好的。其实你看哦，我觉得两岸三地交流一下也不错，对不对？好，带来这首阿母的手。啊，听看嘛，有那个泉州腔嘛，哈，来，方向过来点哦，来。好。来，老师们请起哈。交阮乖迄双手，无人比你较优秀。为我操落的迄双手，你咧温柔。毋茫为着家己想，全部心事情阮，亲像溪水流临大海，有处所求。无论一年，无论春秋，疼的心无理由。0423380303，为我们的来自了两岸三地的我们的好朋友小朋友们，掌声鼓励哦！让我想起了方顺吉那个年代哈。安慰我的迄双手，无人比你较优秀。支持我的迄双手，伊咧温柔。毋茫为着家己想，全部心事像阮。来哦，待会有奖征答哈，他们唱的哪一些歌有奖征答？为着家己想，全部心事像阮，亲像溪水流临大海，有处所求。无阮一暝，无阮春秋。
单哦，两个手势个都压都一样，而且摇也一样哎。是啊。他们两个啊的姿势上。而且唱歌。甲讲的完全拢无共款吼，讲的有因的腔口，讲我拢听无，但是唱歌我拢听有。因讲话是因爸母教，唱歌是我教。哦，安尼呢？这分别差咧。你教了袂歹，你教了袂歹，你教了袂歹。正统的，正班的吼，正统的台湾腔。会教，真的老师厉害。这个 Q 靠都不见了。对啊，对。真的哈。完全不一样哈。会不会以后跟那个父母亲讲话都用唱歌讲话？你看像你有无？因为真济内地的学咱这个台湾歌，有无？就话叶启田的，是吧？什么歌？爱拼才会赢。我有一个河南的学生啊，跟你的改音一模一样。爱拼才会赢。老是爱拼才会赢。所以哦，这个语言真的很好玩啊哈。是。其实呢，两岸的文化交流，在你文化这个基础上，我觉得，跟咱这个民谣，跟咱这台湾的歌谣，会传唱，其实嘛是真好的运作哈。是最重要的责任。是啊，靠你啊哈。连讲啊，靠你啊哈，那有欠人说啊讲这。一起讲我老下学生的话啦。是。然后那边也可以过来这边。请先回座哈。谢谢。好，我看了这样子哈，心内想。